SME Lab 中小企研究所致力透過專業嘅團隊同埋豐富嘅人脈資源，以走在最前線嘅親身經歷，協助企業應對市場挑戰，建立獨有嘅品牌形象，提升競爭力。為咗有效協助企業喺營運金字塔上面取得成果，我哋匯聚來自不同領域嘅專家，為企業提供8大支援服務。SME Lab 集合資訊、服務同埋體驗，我哋嘅信念係要贏就一齊贏。喺2025年，我哋要繼續擴展 Hong Kong Connect 聯繫香港計劃，協助企業持續發展。計劃包括 AI 技術應用、開發國際市場、打造品牌及個人 IP、商文藝薈萃，以及新媒體技能培訓。成立7週年 ，SME Lab 會繼續以創新嘅媒體技術協助企業發展，推動共存經濟，促進香港商業繁榮。就讓我哋一同攜手，開創充滿機遇嘅未來。